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一连串关心传播了后，咱来关心咱台湾即马拄啊咧发生的大罢免。昨仔伫地检署头前，上线万字歪去就是哪字，世界万国拢压去，偏偏有人讲是在讽刺。大罢免即摆是发展到倒位？今仔日4位观察者、同事者斗阵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罷免來桃園地區的立委吳怡婷領銜人以及牧師，就是陳曉偉。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中國國民黨副發言人，嘛是青年團的執行長鄭凱芬。主持人、各位所有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民主進步黨嘉南市議員趙志和。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資深媒體人謝和志。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台北地檢署偵辦到罷免團體涉嫌偽造連署書，那麼約談啊幾多個帶頭罷免的人。新北市的地檢署昨仔嘛去搜索到國民黨新北市邦橋區、沙丁埔區的這個黨部，攏做30多人的所在。那麼區黨部的執行長啊，甲一寡國民黨的黨工嘛帶人去問話了，嘛去用問話咯。那麼昨暗拿爺招了支持者去甲新北市的這個地檢署外口去抗議，大聲話講司法的迫害。經過檢察官的審問，沙丁埔的黨部執行長甲邦橋區黨部的執行長有6個人攏去予升壓禁見。司法不公，政治迫害。不管新北地檢署將對真濟件罷免民進黨的會議數刊寫修訂前後連署函，並分真濟路搜查國民黨新北市邦橋區、沙丁埔區的黨部支持者佇新北地檢署外口抗議，那些立委新北市議員也到場聲援。很遺憾，現在的雙重標準，是不是就只有辦藍不辦綠？選舉輸不起，連罷免也要輸不起嗎？共黨沙丁埔黨部被搜查，調查官佫帶走區黨部執行長羅大富等人。今天來搜索的嗎？國民黨的邦橋區黨部也是一大搜查地點，區黨部主任謝慶任等人也被檢調帶走。他們來送那個聯署文件，是不是？新北地檢署15發動搜查，拿下真濟所在區黨部，也並分真濟路約談罷免立委蘇巧慧的帶頭人陳定耀、召集人王玉仁、罷免立委吳怡平的帶頭人李清祥，甲罷免立委張宏道甲李坤成的帶頭人甲召集人，為被告告證人，至少約談10多人。檢方被調查就是罷免團體疑似涉嫌修訂連署、甲假造提議書。第一階段針對我的補件，連署前死亡的比例竟然高居全國第一，很明顯是大規模的偽造。我希望司法查清楚，到底是誰在背後指使抄名冊的行為。我們已經得到消息，很快的，他們會對台北市黨部動手。對台北市黨部動手的目的，就是在大罷免。穿深色衫的是沙丁埔區黨部執行長羅大富，白衫是邦橋區黨部主任謝慶仁等人，昨暗移送新北地檢署，經過核實了後，依照涉犯偽造文書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罪，將2人甲書記蔡監組、志剛應大華，抑個蘇巧慧罷免案帶頭人陳定耀、召集人王玉仁等6人升壓禁見。另外3個罷免帶頭人是8班甲6班高保。記者綜合報道。咱一連串看到這新聞吼，其實還佫繞高一個，這昨下這條吼，這咱鏡頭上小掠一下。但是吼，今仔日這唔是咱要討論的重點。吼，我較關心的吼是整個過程的這個合法性，以及檢察官要調案、要問案的這過程當中，是唔是值得大家來探討？啊，而且這個罷免最新的進度。所以我先邀請吼陳牧師吼，先甲咱講，恁即擺因為你即擺是負責即個桃園吼，你即擺所了解的桃園目前的情形是如何？
目前伫桃园的所在，阮有6区，我较负责的是第1区、第4区、第6区。因为阮地域性的关系，所以第1区、第4区、第6区会当讲是联合作战。所以阮即马就是讲，若是即马票数就是牛喜亭吼，伊差不多伊的上镜的票数是差不多34000票。阮差不多有到这个票数，毋过。阮有甲阮的民众讲一件代志，就是有一个叫做安全的门槛，安全门槛就差不多45000分。因为阮知影，阮送件入去了，有足侪会惊吼，会互伊剔除退件。所以阮至少爱45000分。总是阮即马因为设足侪站点吼，所以嘛讲遮站点遮民众大家吼，紧甲连叔叔交来遮的时阵，阮有一寡人已经到第4区，就是万美林吼，迄区就是因差不多嘛已经到上架的门槛，同款伊嘛爱冲一个安全的票数40000票吼。恁桃园的这情形吼，可能一般观众朋友较无了解，恁桃园一片拢是拿的立委嘛，对，所以无迄个罢免绿色的立委嘛，吼。对。但是整个气氛，敢无人去恁的罢免站去讲，嘿，恁袂使，嘛是有吧？有，因为像讲今仔日上新的消息，就是伫下晡时阵，阮有一个叫桃林铁路，就是已经废弃的铁轨路，伫遐，嘿，阮有变讲规划加好的一个休闲的步道，这种是阮的。遮联署的小蜜蜂拢惯系伫迄个所在作业，结果今仔发现有5张迄个石头做的椅仔，互人将迄个高晒涂伫咧顶管，规个按臭咪毛，互因无法度作业。所以阮就想讲吼，遮罢免是公民的义务，应该是讲大家吼互相尊重。进前嘛，有阮要借场地，足歹借会到，有时阵呢，伊用无共款的理由，像进前1个月前有毒蘑菇嘛，所以毒蘑菇怕民众吼安尼食到，所以无爱借阮场地安尼是。我会安尼问，毋是挑剔，要互你机会要来讲安全都安全。我主要是要问一项代志，就是讲你感觉从你开始号召大家要来罢免连署，一直到今嘛，你认为哪赢的反制动作，或者是有警觉讲袂使？即个咱吼到时阵安全，即个因的气氛开始烧起来，你有感觉即个情形无？其实应该讲，拄开始到今，拢毋捌有停止过。所以伫安尼状况之下，阮就是用无共款的方式，就拄则讲的讲，第一阶段的时阵，有时阵阮伫遐借场地，是讲无讲吼，有场地通用，有时阵佫还可以。第2阶段就是安怎申请拢袂过。哈，是。所以你认为，这当然啦，我小等互你准备。你认为，互你入到第3阶段了后，你认为这投票动员，你会输还赢吼？小等我再问你。所以我要问这个开分吼，你家己即马评估，咱讲桃园也好，还是你了解台北区啊？因为讲这台北即马足惨的吼，这个新北市也足惨的，尤其去拄到这个地检署，咱小等再来讲这个地检署的问题。是，你认为恁即摆这个情形，你若有安尼连署啊？嘿，对。恁即摆情形安怎？其实我感觉对着咱的阮的连署啦，阮是做有信心，包含今仔日阮主任主席有去迄把吴思瑶的总部去斗3工，一路上阮包含去菜市仔嘛好，包含去做一所在嘛好，拄着做一支持者拢出来画加油，甚至讲咱一般想到可能菜市仔较偏僻。嘛是做一个支持者出来话讲，我一定要签，我一定要签。嘛，甲阮的主席讲，伊已经签过，嘛，甲伊的朋友拢考过啊，叫大家来签。所以明仔载阮嘛继续刷落来，党中央也会继续有更多动作。所以阮其实对这个罢免的通过，罢免立的通过，其实到第3阶段，阮是甚有信心。有信心。超有几席恁即摆评估起来？我即马10几席嘛，我感觉应该超过5成以上一定无问题。1万以上。以上，嘿对。毋就台北市的吴思瑶，对，加吴佩仪。其实我感觉即马吼，伫这个民进党的操作之下，咱台湾越来越激化对立，所以在这个操作激化对立的情况之下，这个政治的仇恨升高，要通过这罢免应该是无啥困难。
但是你是讲通过罢免无困难？通过第2阶段啦。过第2阶段无困难。过第2阶段。所以恁也开始动员起来。阮有开始帮忙，但是无讲动员，因为这是公民的行为，这唔是靠阮动员的啊。无啦，咱就卖讲这暗含的话。你问议员，伊等于讲嘛无动员。无，即个民进党大家公职人员爱提供到这个无只好，恁有开始咧提供恁的服务处咧收件嘛？对，是嘛吼。阮党中央有明确的指示，阮即马就是全部来去斗这个斗骹手，来斗骹手。你输人唔输阵的，你党部无去动起来吗？有啊，今日主席就去啊，明仔载阮搁要去，明仔要去把迄吴佩仪的所在。嘿，对，所以阮一定全力来支援。好，拄啊，就爱食鸡细字啊，即马个。无，这是我你莫安尼讲口是不是？我这是两个概念，有动员，甲阮有帮忙是两个概念。你甲阮小定义一下，动员甲帮忙是安怎差别？我讲动员是爱家己的基层组织拢总 call 出来，这是动员。但是阮是，但是恁拍算呢？就像因共款，因是公职来斗3工，因是公职来提供服务处来，互大家签人数。阮嘛是公职有啊，阮嘛公职有互大家来签人数啊，阮嘛家己跳落要来给大家迄罢免团体加油嘛，跳落甲罢免团体斗3工。开会，恁的优势就是基层组织啊，你无甲动员起来，我拍算安尼。但是我讲这是公民行为啦，这是公民行为。所以恁袂去动员就组织，比如讲启东部新咯，但是即摆调来拢是。咱小等才讲吼，小等才来讲钱啊，地检署拢去调这之后，你即摆你家人的即摆情形呢？你是讲哪一方面的情形？罢免的情形啊，罢免的情形确实因为家人吼比别个所在来讲较晚送件，较晚送件，所以阮的截止日嘛较晚。但是所以讲别个所在可能像土phòng已经烧到变过吼，像咱阮家人是才拄开始烧。所以即马像阮的迄个勘站是差不多3万桶啦吼，所以阮即马已经万外，吼已经过1/3啦，所以阮嘛继续咧拍拼咧做。本地老实讲，对阮来讲，差不多到一个勘站，因为当中甲阮有一个数额伫的嘛，我讲就是到迄个扩大伫嘿对但是因为国民党阁对我算是讲真感谢因的甲我厚爱啦吼，所以即马通过我的罢免案。既然是安尼，我就高不三种，我就必须一定爱阁跳落，阁较出力，唔才会对。所以讲即马阮会继续来拍拼啦。但是我相信。但是你本身你的文化，恁市议员的文化是较低哦。当然嘛较低。那就像一个白卖讲了，北基这种的吼，北部的这个县市内底，若是要搞阮罢免，太简单了啦。因若真正有要动员，因若当国民党真正有要动员的时阵，当然。要罢免，我是绝对袂去怀疑讲国民党要我罢免会成功袂成功，这点我袂怀疑。但是问题就是讲，因要做这个以霸制霸的这个行动，主要上要紧的，就是因要互阮吓惊。最主要就是讲，伊要做这个行动，要互阮讲，安尼阮就较唔敢叮当，较咧白手。但是若准阮对这个代志完全无反应的时阵，国民党的这个战术这方面都已经失败啊，因为阮会当继续，阮会继续来去拍拼的时阵，因这个罢免的行动，无论安怎已经是无效啊啦。志豪，你这叫做随千万人我妄议啦吼，但是吼，这还是尤其你市议员的这个罢免书，应该是真快就当送入去哦。对但是就参像国民党，因就是我有讲爱食鸡细字嘛，明明有做一个动员，明明有做一个叮当，但是抑个讲无，因为什么原因？即马所有当着这个司法问题，全部拢是因为引起有这个嫌疑，有去这个伪造文书嘛。这伪造文书，这文书按倒来，就是国民党的党员的名册嘛，就是国民党所开分啊，小会所以讲像我迄阵甲我罢免的这个因的这个行动嘛是共款，就因嘛是因为公开拢无嘛，咱无看到讲街头巷尾有咧收有咧啥，像阮即摆就是开大门啊，阮的服务处拢开放，欢迎大家来逐工有几个人来，有几件，阮拢会送完阮的广告但是对国民党来讲，拢无安尼。
啊，因就是唔知嘛拢无公开讲嘛，组织较厉害啊。啊，就是我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讲，既然安尼就表示这就是因的组织有动员落，才有法度去吸到这侪这连署书。所以讲，我对国民党的这个组织动员的能力完全无怀疑，但是国民党就是一方面爱动员、爱组织，有去大家已经真厉害啊，但是。而且即摆讲掠了过了行啊，但是伫咧即个喙头啊，佫无爱就是都佫无爱承认讲啊，伊是咧做，咱开分就回应者。好，唔通讲啊，就互你讲，互你讲。好，我拄啊刘员讲吼，伊伫讲说阮大家做厉害，但是伊伫街头巷尾无看到，所以这两个概念都互相矛盾嘛。阮若大家做厉害，恁哪会看袂到？阮若组织去动员代表议员，一定看到议员伫基层这么认真，一定看到阮伫遐动员嘛。所以既然无看到阮伫遐动组织，代表讲这是公明行为。第二点，伊讲阮抄啦吼，我想要问共款家人罢免林佩祥的团体，中选会讲的有116件的这伪造文书的嫌疑。咱检调嘛无去办啊，检调刚有去办啊嘛，也未办嘛。所以我感觉吼，这唔通一支手讲别人啊，其实四支手起家己啦，这唔通安尼互相伫遐责怪。我已经讲到这个检察官的代志啊啦吼，但是我还是好字哦，先讲。因为咱看到即马即个上新的这份民调吼，2份啦吼，一份是较直接的，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3岁民调所做的，赞成罢免的33.8%，吼，比3月份加1.2%，无赞成的59.3%，吼，啊嘛是比3月份加1.4%，吼，我是这无意见的6.9%啊，看起来是讲哦，大部分60%的人无赞成呢，这是毋是意味着讲罢免未成功吗？何志？罢免毋是安尼看呀，就讲你门槛才25%尔嘛。你讲即马有三成的人赞成，对无？你那是中间选民无出来，哦，未表态也无出来，好，你这59.3%，对无？那是拢无爱，那是20%出来尔，对无？你罢免就是会过嘛。哦，要毋过你即马咧看的是讲，这大罢免未开始到尽吼，哦，绿营一直的热度都是很高的啦，吼啊，最近是有较共是安怎？是因为川普嘛，起码是因为川普嘛，所以你这几个民调你会看讲，无赞成的人敢有较侪，啊赞成的人吼，敢比原来吼小过较少。这民调这份民调是有较悬啦，吼啊一般阮来看，即马是有较共啦，吼包括讲即马连署的状况吼，我相信。无输遐嘛是敢一定接受的，啊，毋过讲你整体来讲吼，是不如预期啊。好，本来我原来的算法吼，想法吼，至少爱差不多爱20个过第2个阶段，即马看起来应该是未够啦。吼，照即马的进度看起来应该是未够遐济啦。就即马是国民党是讲。伊的策略一直都很模糊嘛，吼，拄啊开始讲要护霸，吼，尾啊要公投，吼，啊公投嘛，甲你讲北北调啊，你无讲我袂记，啊你袂记是要公投，袂记这项代志对无？立法院为这个停4天嘛，对无？那是不是川普的话，即摆立法院搁咧停摆咧？我袂记公投，啊搁做节目。那不是因为川普立法院即摆搁咧停摆咧，对无？啊，就川普打乱整个政治的节奏嘛，并讲即摆。你讲川普公布可以关税出来之前进程，你逐天的新闻推播拢是在罢免嘛，对不？你起码逐天在看国旗，看川普嘛，吼。比如讲民进党起码在烧是内底在烧，啊外口迄个无法烧。无怪有立法委员讲爱罢免川普。对了，你即摆的状况是讲，啊国民党你即摆讲，吼，你要处理川普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你不好好去处理家，啊你讲要护霸。吼，你讲人霸你是恶霸，啊，你叫人会不会互霸？你这诉求，你的诉求的不一致嘛。所以徐小新今天才会出来说群龙无首嘛。啊，你国民党到底要创啥？吼，你要讲吼，你起码讲吼，国难当头，共赴国难。吼，你就好好去做。吼，你莫讲我要互霸，对不？所以讲这是国民党家己策略有问题嘛。
哦，这强富国难，这听起来，吼，也毋讲整体来讲，真正讲大把面因为川普变化真济啦。你讲你或许还会看那个数字，就说今麦你看一个几啊已经达标的吼，你讲像王宏威啦，吼，徐小新嘛同要过嘛，吼，啊，你讲像李彦秀啦，吼，这几个的罗志强的第一名对不？吼，罗志强你罢了，你嘛是选袂赢啦。吼，对不？我唔敢讲。吼，你嘛选，唔是啊，你一定选袂赢，你那无你会使讲，我袂使讲。别人我唔敢讲，罗志强我一定敢讲啦，对不？啊，你比讲，你原来是讲你本来是讲我会当罢免20个，吼，啊，可能我搁选掉10个，吼，你即摆就规个目标就已经降落啊，啊，你即摆冲上好的，搁是上歹选的，对不？所以讲即摆会成袂成就唔知影，即摆尾仔你会成袂成，嘛是咧看川普啊。对不？这3个月吼的关税，吼那是影响无大，吼绿营就叫拄仔讲的33%，吼照常出来等因啦，对不？你罢免就过啊。那是讲你尾啊，这3个月经济影响真大，吼啊你这罢免的时阵，你或是还佫一个民调吼，这是今仔小腾腾的。这行新闻啊，吼，今仔日公布，讲如果你的选区的立委罢免案通过第2阶段的联署，请你问你会去投票袂？一定会52.4%，可能会15.1%。这可能会吼，甲算3成啦，3成呢算5%啦。啊，这一定会是52%吼，讲伊讲白菜话拍7成啦，35%加这个5%嘛40%，也就是讲。有40%的人会出来，一定会出来投票呢。这2个加起来从要70%呢？从要70%呢？你敢相信？我唔知，我要请教你啊。这你讲倒一个罢免有70%的投票率啦。上悬的就是谢国良嘛，5成嘛。谢国良是2边都有吹出来嘛，对不？啊，即马国民党这边是拢无吹出来啊，对不？国民党即马规个人即马拢冷啊。7成要倒位来，吼，这民调我是绝对无，但是伊下骹你有一抓你甲看吼，伊交叉分析吼，民进党你若是民进党支持者85.3会去投票，国民党53.5会去投票。这我莫讲啦，吼，这我莫讲啦，国民党有53.5会去投票。那是有这种的，国民党袂输啊！开分啊！那有可能看衰，恁都爱较加油的。唔是啊，即摆就是冷嘛，人即摆就是冷嘛，53成要倒会出来，迄无可能的代志。那是有5成，桃园就免伊啊，对无？桃园人咧扣恁啦，你桃园，你感觉如果你要去投票，是罢免互你罢煞，是你家己认为本来这个。非拿的人有可能搁再选掉嘛？即马汤的情形吼，因为阮对第1阶段开始，因为阮的这志工内底嘛有真厉害的人，所以阮对理的部分，阮开始有做一寡分析。所以平常投票若是7成内底，阮发觉讲今届无出来投票的3成的内底，差不多嘛有1/4。因为伊敲电话来，现场我安尼抽样安尼问吼，嘿，伊就是毋捌投过票，伊若投票莫讲罢免，所以我安尼初步略估吼，伊差不多有22%到25%毋捌投过票的人会出来。若是这进步真嘿，若是33000人安尼算落去吼，安尼差不多有19000到2万人是毋捌投过票的人出来。伊出来绝对毋是投我免。牛喜婷哦，伊继续留落去，好，所以这是阮看到一个数据。第二，咱伫现场看到的，就是即届若是对拄只政党、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安尼来看，其实即局毋是安尼，因为阮常常听到一句话讲，阮嘛是个足讨厌，无介意民进党，总是阮惊吓是国民党将台湾卖掉。中华民国袂掉，所以阮真侪伫现场写的这人是国民党，所以今仔日若是即局，佫是用拿甲力
安尼来看即局的话，迄是阮讲你若安尼看对咱上好。好啊，但是足侪人看即局是台湾民主自由的一个保卫的一个战争安尼。啊，即马吼，咱应该来讲，即马检调单位吼，开始咧查察，即马有即个连署的即个抄名单也好啦，还是做假也好啊。还有死亡人数。我安尼问你，你讲，恁是，你甲咱讲，恁的连署的情形是，拢现场写，有人寄来无？好，还是讲有人来，我要替阮囝、替阮啥人写，有即种情形无？来，阮吼足惊足侪假连署吼，所以阮伫第一阶段，武府亭这区，阮通过的是99.95%，95.95%正确率吼，正确率。所以，阮内底像第二阶段，因为件数足件数足济嘛，所以阮有一个机制，我讲其中一点就好。若是有人摕一趟来，一支来吼，一支来，阮第一就是讲，你客来的人，我爱知影你的身份证，你上无嘛爱留电话互阮。啊，即趟咧，阮是放最后壁，就是讲阮现场收，收真正无够，阮才来破这个名单。所以这吼，若毋是阮确认搁确认，这可能有问题，阮无一定是第一时间就放进去。好，所以阮有一块的机制，会当互阮的正确率会当提高。但是我拓白，恁敢有发现讲这数已经往升啊？敢有这种？阮伫最近有一个细张，一个细过。好，我伫遮会当讲，伊伫住伫桃园的山卡的所在，伊的厝里人敲电话讲。歹势，阮厝里人老大人过往所以伊有写这连署单吼，可能麻烦你抽起来。所以阮听到阮足感动，因为因知影讲这会造成阮的困扰。总是伊有安尼民主的素养吼，所以伊安尼做，阮讲好，真多谢，嘛请恁吼爱节哀安尼吼，所以我有这查察的只是应现人呢。对，无错。所以你爱真足哦。是，所以阮讲即届的罢免是阮对民主一个深化，一个互这公民知影讲原来这是阮的权利，阮会当照着安尼权利，互这的立法委员会当知影爱尊重阮。是，凯文，人因的这个做法是讲，你若摕一纸的来，我先放喺边啊，就慢慢来查察。咱即马国民党事实的做法是啥物？因为他只好讲是议员讲无看到恁的单位。恁实际上，恁是安怎来做这连署？实际上，阮嘛是去摆单，实际上阮嘛是行去路头来游连署。但是我来讲一个故事啦，迄阵因为阮青年团有一寡小朋友会去斗三共，在罢免团体。伊有一个甲我讲吼，有一个少年人等甲我讲，学长，我迄届去吼拄到一个人足奇怪呢。我讲安怎奇怪？伊讲吼，伊要来写连署啦，伊家己写好以后讲，阮翁嘛做支持的，阮翁嘛要写。伊就要替伊写干知，阮迄小朋友感觉怪怪，敢会当安尼？结果伊要写的时阵，伊看到啥？伊看到伊迄身份证哦，有加一个角，代表啥？代表这个人可能是往生啊。所以伊要写的时阵，小朋友讲袂使，这绝对袂使安尼，你袂当这有诶。你嘛真斟酌了对啊。对，阮真斟酌。那即马这地检署咧查察咧，你认为是这检察官甲恁冤枉啊？我嘛佫讲一个故事啦吼，这进前拄开始连署的时阵，有一寡这种比较亲绿的网红就出来讲爱说伊国民党会派人来卧底，国民党会派人来做一寡有诶无的动作。奇怪，咱平常心讲啦，有时阵就是安尼做菜画掠贼，心虚的唔敢会讲出来，伊就是家己想要安尼做，唔敢会讲说伊国民党安尼做。所以我是感觉啦，有的时阵。在少年郎，在罢免的少年郎，一干是中选会，他有任何侦错的能力吗？无。所以其实如果有些人寄了一两张或是几张错误的联署条来，一干会知影，伊袂知影，所以唔敢送出去。你认为这个情形是这个领衔者，还是公民团体，还是恁的青年军向恶势？他们没有侦错的能力啊。他们不是中选会，他们没有侦错的能力。但无输因嘛无侦错，嘛无到侦查的能力啊！所以你他就讲啊，我先甲放在后面，恁这言语会当互相下去无？拄则发言人吼，伊讲的大部分我感觉讲我认同，就是讲伊有详细伫咧检查嘛。像阮讲，你要替人写，我嘛是无同意啊。总是你若现场你。
搁确认你收入来，若是拄则遐步骤拢有做吼，我想迄比例一定是足够。好，所以阮就是因为有照安尼步骤安尼做，所以阮的比例才会。那会是所委员因迄区的，那会安尼遮济咧？你家己安怎？所以我感觉这就是有足济，我当然嘛讲嘛，这有的人就会开始去呼吁讲啊，说伊国民党有啥动作，代表因心内嘛安尼想啊。所以有时阵你从邮寄的来好啊，邮寄我唔知因安怎处理，然后可能应该详细啊。有的邮寄来一张，你就看到嘛是刚刚好无收起来，因为我嘛唔知伊真正假的啊。有的收邮寄来2、3张，咱嘛唔知伊的真错伫搭，所以伊收入来以后发现啊唔对，这剪掉，或是这是中选会去侦查的人，这是剪掉或是中选会要去做侦查的事情啊。所以人就给你查，人给你查啊，这个囡仔就是撇除这些人啊。啊，这是人给你查，你无人查，啊，想怎爱安尼？哦，这个我嘛要讲，这个我甲你甲主持人报告吼，这个将来你免甲我报告，你甲观众朋友讲啦。观众朋友报告啦吼，这个大家拢讲啥物？伊是迄国民党的青年军，将来都毋是，伊一直拢毋是哦，伊毋是阮的青年军啊，伊将来都毋是阮的青年军啊。啊，伊是来创啥？伊是罢免的领衔人，但是连署人也无一定是阮的青年军啊。你问咱这牧师，伊敢是这民进党的党员，是民进党的青年军，嘛毋是啊，对无？哦，所以伊毋是国民党的青年军，伊将来都毋是，伊将来都毋是。嘛毋捌参加恁的国民党的其他青年军的活动。我做青年团青年长3年啊，我从来毋捌看过这个人，嘛无熟悉这个人。但是恁哪会甲伊夹呢？我们无甲伊夹，伊是公民团体啊，公民团体来领衔这个罢免啊。我嘛要讲国民党的立场啦，国民党绝对是反对任何法西斯的符号，任何这个纳粹的符号，这绝对是阮的立场，这不用质疑，我们一定反对。无啦，我无必要讲什么，就一开始主席讲什么，只要恁若有认为感觉讲啊，即嘛以色列啊，甲德国人拢在台也袂拢来抗议啊嘛吼，这毋是恁国民党的人，这毋是阮青年团的人，嘛毋是，伊讲伊是中华法西斯党的呀，吼，伊中华法西斯党，伊讲伊是中华法西斯党啊。伊嘛伫个社群媒体顶悬讲足侪解，伊甲国民党一寡关系都无。伊讲啥要甲我讲是国民党，我都毋是啊。伊佫讲一个什么？伊足巧的，伊想着会当来联署，伊会发什么迷因币？伊讲国民党的头壳甲想会出来这物件，伊安尼讲。哦，所以这毋是恁国民党所为的。伊讲伊是中华法西斯党。是，安尼我吼这个机会来讲吼，就是讲公民团体内面吼，咱也必须要了解，讲公民团体啥物人5回17个人拢有。咱政党要甲伊合作的时阵，或者是讲咱要甲帮战，对啊，我头袂记甲你问，咱国民党有甲帮战无？我想是安尼，阮帮战的是罢免团体，毋是伊。伊就是恁现任啊，你帮战的就是伊的团体啊，无你帮战。伊是啥物区的？你敢知？吴启明嘛？哦，吴启明哦，吴启明算永和啊，中和。土城。这咱国民党有边仔甲帮忙无？阮成员的一直拢是互阮遐互掠走的，咱的当东江也是这青年团体。应该是因为伊咧联署这物件，所以阮若有一寡收到联署的，一定会送去嘛，这一定的啊。但是伊毋是，伊是公民团体，阮的角色毋是在甲斗相共，阮是收到就甲送，收到就甲送去。这我应该先问陈牧师啦吼。咱若政党要甲咱来咱甲咱斗相共，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受这毋知啥物党我袂晓看。恁会即个互相即个寸球安那溜了。阮真多谢，即马包括讲民进党，搁一寡讲在地的协会，甲有一寡联盟吼，伊拢有甲阮斗相共时阵，其实阮一个先确认，就是讲阮的。这罢免团体，阮有阮的主体性，有主体性了后，这政党若要甲阮合作，因为有一个就是讲，阮爱授权嘛，爱授权互你才会当去收这联署书，所以阮先确认讲会使，你甲阮会当合作，阮合作，阮的方向是共款的。你搁授权，授权，因为若无伊袂当凊彩收这联署书嘛，所以若是安尼状况之下，阮嘛有一个规定，因为阮爱保持公民团体伊的独立性，所以有时阵
就讲别个政党因有一寡助理啥物伊需要训练的时阵，伊若来阮遮，请你莫穿你政党的衫裤，阮若去你遐，阮嘛爱甲阮志工的百姓安尼脱掉，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的尊重，阮无讲啥物人伫后壁阮个。加做什么人的侧翼？阮一直拢是主义，阮毋是侧翼。是。所以这吼，人伊讲毋是你民进党的侧翼呢，恁安怎甲公民团体安怎来合作？恁当然毋是阮的侧翼啊，而且全国有35个立委的选区，有35个无共的连署领衔人甲这个公民团体，拢每一个所在的家己的状况，所以讲拢无啥相像。但是上主要就是讲，阮爱当然第一定爱尊重人，因为我家己嘛是做运动出来的，我当然嘛知影讲，伫个甲政党互相咧交涉的时阵，若是讲，红政党若是认为讲阮就是伊的细汉，阮就是伊的侧翼性，老实讲，对阮遮公民团体来讲是真歹，人嘛真袂爽啦。所以讲，当然阮有一个有机的公民社会，上要紧的基本就是大家要互相尊重。互相尊重，互相的这个主体性，这是真要紧。但是若是像即马咧，这个或者这个宋的嘛，这个宋先生伊这种的立场，这是真极端的立场。这种真极端的立场我看国民党的主席第一时间的反应真奇怪。伊第一时间是讲啥？伊第一时间先替伊讲话呢。伊先讲这个少年人伊是要甲伊讽刺啦，伊是要甲伊是要甲民进党口舌啦。伊是安怎啦？这伊先安尼讲了后，德国在台协会才发一个声明，讲真正爱谴责这种行为。了后，听讲下晡应该下到这个以色列迄个在台的这个协会嘛，代表嘛发声嘛是安尼讲。所以伫个德国甲以色列拢讲过了后，朱立伦改口伊就开始讲阮国民党是反法西斯的，阮安怎。你感无感觉这真奇怪？我听起来感觉真奇怪。奇怪是啥？因为你反对的关机型就是国民党的主席，伫这个时阵，伊所反对的是这个立场，是这个言论，但毋是这个人。因为咱台湾会去主张这种的人，老实讲真正无几个。而且这种的公开的场面，这所有的媒体大家拢咧翕，伊咧出席这地检署来去应讯的时阵，这是一个真。对规国家来讲，拢是一个真大的代志的时阵。这个时阵，你就亲像这个重大刑案，你有凶手，大家咧抓的时阵，大家敢会干那去谴责讲台南是唔对，还是讲这个路人勒索是唔对？唔是啊，你当然会针对迄个人，迄个做这个代志的人，你爱大家拢知影讲，这个人了后，你若是做这种的代志，大家这个社会无法度这个。接受你这种的行为，所以这种的代志，你看，你国民党到当为止，伊讲甲上百的，就敢若讲因反对法西斯的行为，但是伊无反对这个人啊。这毋是阮国民党的人。伊个了后，伊个讲这人毋是伊啦。当然我毋是要讲伊是，我毋是讲伊是但是党的人啦。但是这种的行为甲这种的人，若准出现，咱是第一时间就要。严重谴责，这严重谴责是啥？因为国际拢咧看，这是一个即摆是国际的笑话。讲有这种的人伫台湾出现，而且伫台湾即摆足敏感的这个时刻出来的时阵，全世界，你讲德国、以色列两个世界的大国，即摆都已经发声。你讲美国敢无咧看？欧洲敢无咧看？当然大家拢咧看的时阵，这个时阵咱台湾社会要有一个立场出来，讲这个人全国所有的政党。大家拢对这个人，这个行为甲立场都接受。应该按安尼讲啦。系啊，伊爱安尼讲，但是伊无安尼讲。我补充一下，拄我讲毋对，这是罢免李坤城的。你看我甲伊无熟悉，甲伊连罢免啥我都毋知。所以你嘛毋捌嘛？毋捌。李坤城是沙丁波。沙丁波。昆城因遐恁遐会当讲沙丁波嘛有叫人调去问呢？所以阮讲，阮一定有收一寡联署书来互这罢免团体，但是阮甲有合作无？无甲伊合作嘛？你有甲伊团体合作，但是你无甲你这个团体的头人合作，是安尼？是你是讲？我有上联署书互伊啊，这联署上，我若收到联署书上互伊，啊无我没上好像。所以应该恁的人有人甲伊熟悉啦，吼。
是嘛？应该是阮有送物件互伊，阮有送物件互这个团体。OK， 好是，你安怎看这项代志？这替这个罢免团体加分吗？我先讲一下哦，拄啊两个，你伫咧讲国民党甲民进党咧人数的差别哦，两个完全无人抗战啦，所以你来去比就无法度比啊。吼，即个要罢免来的吼，伊是咧开 7啦，吼啊罢免车即摆是咧路边摊啦，吼罢免来的吼，伊是一个全国35区大串联，吼你伫遮会当欠迄区的，吼。我是一个连锁店嘛，所以你在家买啥都会使，你要寄，你买寄杯都可以嘛，对不对？寄杯就会使哦。国民党呢？朱立伦会讲迄话表示啥？表示啥？伊根本唔知迄是不是伊的人啦，伊当作迄是伊的人啦，再讲迄种话啦，吼。所以讲，伊即摆是扣啊拿就是你现在讲话就老实的呢。伊若是知影迄毋是的人，伊敢会讲迄？伊当作伊反正伊遮啥拢毋知影嘛。啊，捡到篮子就是菜，有人要连输，我就欢喜嘛。啊，我就讲，譬如讲你讲去罢免苏巧慧，吼，你讲也是讲台南市的，吼，也是讲罢免遮李坤城的，吼，你罢免第一阶段过，你第二阶段敢会过？啊，第二个阶段过，我就甲罗志祥共款啊，过了你嘛当袂赢啊，是咧罢免先生的，对无？啊，就是讲，伊国民党无一个好的策略，你的规模甲资源就别甲人比的，所以你应该是集中，我要做啥？譬如讲，你讲。台北市的双吴对无？迄一定国民党家己人嘛，要毋过其他的遮的，你讲伊国民党会花钱去罢免苏巧慧，还是花钱罢免李坤城，对无？迄人你讲伊有斗相共无？可能有，要毋过你讲你两个有多紧密？拜托的，我开钱去罢免李坤城，我是有我头壳歹去，对无？所以伊的状况才会变甲安尼啦，毋过。所以朱立伦，你就是收礼金嘛？你要替人收，你嘛要知影这人是啥。你第一时间拢讲，还这人是毋是你家己的人？你拢唔知影，去讲迄种话，你就通笑。测量爱一致啦。唔是啦，迄就是讲你家己话会盘算生到他的，倒一个是家己的，倒一个是唔是家己的，你一个党主席都搞不清楚嘛，整个党第一时间都不知道嘛。朱主席，我是无甲你猜测你心肝头咧想啥物啦这何志讲的，但是我要继续要问何志一个问题即马拿立法委员伫立法院开记者会讲，你办拿的无办立的，恁立的嘛是有死亡的名单，嘛有幽灵名单，敢是安尼？你个人认为咧？唔是啊，我安尼讲啦，你拄仔讲两边的人数无共款，就是讲国民党有超无，一定有啦。要毋过你即马看，你若即马去看北投，我就是两天我咧看北投，人即马就开始认真的人数啊。要毋过就拄仔发言人讲的，可能真正有寄来甲安怎的，伊可能嘛无，伊就无够嘛。你想无输赢是有加嘛，所以我就很严谨嘛，对不？我就无够嘛，摕来斗啊！我无够摕来斗。我可能人摕来，我就无认真去袂他认真去查验呐。要毋过你讲这是做假，就无一定啊。头前一定有一寡是，要毋过你证是毋是？这就要好好查咯。要毋过我要讲啦，就讲你检察官即马咧查的就是讲拿了是一回事。要毋过搁一个就是讲，你即马这种连署的连署当然是伪造文书。要毋过，你是毋是一定爱讲用升压的手段去做到这啊？这是咱探讨的。啊，搁交保。对啊，你真讲真正说，你这物件你认真去办就好，无人叫你莫办啦。要毋过你即摆变讲，我用这么强制的手段去做的时候，你会影响公民让他行使他的权利啊。你变讲，我即摆我本来可能别人互我的，我就交落，交去你了，你总想要剔除就剔除啊，可能剔除率较悬的，我无做假啊。你即马是讲，我那是无认真去查，
我可能互扣起来。但是你认为这个爱用钱交保这项代志有合理无？因为一般来讲是不法所得。唔是啦，你就是我就讲啦，你有时阵吼，你贿选都无处理到这行啦。好，这个情节我比贿选严重。这个情节我不是说他违法是应该。好，你检察官的比例原则在哪里？那他尺在哪里？你总要一个告诉我。而且讲你今嘛你检察官吼是全性拢在查哦。哪爱青你拢爱查哦，你想要一个标准？譬如讲，吼，你讲你超过10%，拢扣起来，吼，要是3%拢扣起来，安尼大家都无话讲，吼，你别讲啊，这个啊，你跋杯你丢，吼，你放出去你交保，啊，这个你就扣起来，这标准在哪？就你即马全台湾拢爱查嘛。你是不是有一个全台湾一个标准定出来？那是讲要叫你拟一个标准，你认为标准要偌济？唔是啊，你检察官内底，你家己爱讨论爱讨论嘛。因为你是一个案嘛，你讲一案两案，吼，迄不要紧，吼，大家拄着。因为咱坦白讲，以前咧罢免真韩国如。你即马看起来，你是你即马看起来你35加15，你拢爱去查嘛，对不？你就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出来，吼，啊，大家都无话讲嘛，吼。好，你讲哦，莫输家讲我才5%尔，你甲我扣起来哪有道理？啊，那是讲你15%啊，我就怀疑，吼，这爱有一个标准啦。无你讲，你去变讲司法去介入政治嘛？好，来莫叔，恁安怎看讲？你日后，尤其恁那个剩几工，恁即嘛？即马差不多剩今仔日17，安尼剩2礼拜。剩2礼拜。剩2礼拜，你预期会愈来愈热嘞？哦。阮即马吼，差不多预期阁有2种人出来。第一种叫做交暑假作业，因为阮伫咧接电话的时阵吼，阮定接着讲，啊你收件收到什么时阵？啊，阮当然先甲伊讲法律嘛。我讲吼，差不多5月5号，嘿啦，5月5号啦。啊，毋过你上无5月2号一定爱付完吼。伊讲哦，5月2号，安尼阮若5月4号安尼行咧，我就啊，毋过阮。接线生吼，我嘛爱心平气和讲，啊无啦，阮差不多爱做册哦，造册啊吼，啊所以上好你会当行来，所以第一阶段我嘛看到最后1礼拜吼，那个那邮寄嘛是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吼，啊第二我刚刚讲，就照这个节目我爱讲，因为阮足有信心讲第2阶段若是通过，第3阶段一定会罢免。因为阮第2阶段接到足侪的通知是讲，我到即马我嘛是搁惊吓，所以我毋敢伫第2阶段的时阵，我会各自交出来。总是第3阶段投票，我一定会去。啊，所以我讲的是讲，迄内底有一寡人吼，我讲较迄个是讲，你莫搁惊吓，吼，我毋是讲伊是西瓜党，伊迄款惊吓，伊若确定即个还未过的时阵，惊查水表。惊查水表，伊嘛是感觉讲，因为像汤圆规个是蓝色的，所以有行政的资源吼，行政的资源，所以因会惊。啊，若是因确定讲啊，应该即个会过的时阵，嘛有一寡人伊伫上尾啊，你有甲讲张先生应该是未罢，应该是未罢，总是因伫边啊所听到的风声，实际上拄到就是足风声鹤唳，就是安尼。有这2种人的对吧？来开会，种有人查水表咧，讲安尼会惊呢。我相信会惊的吼，应该是国民党比民进党的罢团较惊啦。不错。安怎讲？安怎讲？即马中央是向咧即种，是民进党在即种。啊，即马互扣起来是啥物，拢是罢立委的罢团，拢是罢立委的罢团，互扣起来拢是这咱。阮要求啥都成多，这2项代志哦，一个是咧讲要来罢免的这个民众啦，是民众会惊讲这地方政府来查水表啦。是啊。啊，所以你认为？我讲应该是国民党的支持者较惊吧？我人去写这检调单位是啥？检调单位是民进党的，检调单位这中选会是啥的？中选会是民进党的。阮哪来写？阮唔敢用查水表，安尼唔敢对。不，你像这么看到是检调单位在个人资料检调，让我头下摕到。检调单位现在传的，查过水表的，阮家人经验上济啦，因为旧年阮已经超验过一摆。恁家人迄摆有人迄阵就是安尼嘛，只要有做连署站的，有做连署站的
宣布了过无几工就来查啦，真正是查水表，要搁真正是查水表哦。是市政府的人员，市政府的人员啦，唔是检调。嘿，唔是啦，迄阵的市政府的人员就讲，哎，阮附近要做什么水管的这工程啦啥啦，来遮看者，来看你遮有漏水无？就是这种的，就是你讲查水真正是来查水表。来，我想讲一个较客观吼、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讲，即马阮的罢免团体到今已经应该超过20件，就是有查水表，还是受到阻碍，必须爱收起来，安尼联署站安尼的案件。我想国民党唔知影即马有安尼案件出来无？哦，这是干扰，嘿，干扰，还是讲甚至就叫你讲啊，即马遮袂当摆嘛？啊，阮讲有遮的惊吓，还是阮实际上拄到就是差不多全国安尼吼，应该20件应该超过啊。嘿，即马阮唔捌讲听到国民党有受到安尼干扰。我感觉迄变做跟他小马本啦吼，但是从此即马开始，尤其发生这样代志了吼，大家应该啊，这兄弟哦要爬山啦吼，大家个家己拍拼啦。另外，想要我要问哦，何是一项代志？政治大学的学生伫学校内面咧做联署站，啊，伫遐打饼啊，啊，即马因迄阵时叫学校，吼，叫学校赶出去，啊，刷来有人讲这是言论自由，啊，选罢法，我若查足济啦吼，选罢法内面规人讲哦，即个爱即个教育基本法内面去规定啦，吼，啊规定，但是不清不楚。到底这应该是爱去修法的，还是现主席要安怎处理？我就问一句嘛，你候选人邮票敢会当去内底邮票？一定袂使啊！一定袂使嘛。哈，结束啊！哈，这竞选，这只罢免也算竞选活动。迄两个同款的物件嘛，对不？你即马议员要选举的时阵，伊当讲有一个人讲我是公民团体，我要支持张志豪，所以我咧学校内底摆打，敢有可能？你无可能的代志嘛，对不？你即马你那是出来吼，这个一定有基本的规定，你要离学校多远呐？选举法内面有啦，这个一定是这样，但是罢免法内面无啦。不是啦，这两个物件是同款的物件啦。就是讲你下当，不是讲你学生，不是说你学生不能摆，是学校里不适合。哦，坑的所在啦。好来，我是伫遮甲教授有一个较无共款意见，因为伫教育基本法内底规定，伊这段话是安尼讲，学校不得做特定政治团体从事宣传或活动，宣传活动哦，所以伊讲的是讲特定的艺术哈，所以同学不能为单一政党宣传或反宣传活动哦。伊讲的其实是特定，就讲你伫遮为一个尔吼，其实是安尼是袂使啊。所以伫安尼规定之下，咱会当看到，包括韩国，还是讲台湾足侪民主一个过程的内底，大学生从未缺席过啊。第二件，咱想看卖。大学生有没有邀请过这政治人物入去演讲？啊，演讲迄嘛是一个政治活动啦。好，所以你要安怎讲，这会使，迄袂使。好，所以伊讲是讲卖特定，好，还是讲独后，好，某个政治人物，无大学应该超过18岁、20岁，迄是一个足开放，会当讨论的一个空间。凯文你安怎看呢？我谢谢嘛，多谢牧师替我讲啦，这教育基本法都要讲的特定政治团体。请问咱的罢免团体是不是政治团体？他们做的行为是不是政治的行为？是嘛？所以因是不是政治团体？政治团体定义是敢政党尔嘛？啊，伊就写政党就好啊嘛。这法律就写政党就好啊。咱来看咱选举罢免法内底，政治团体跟政党是无共款的物件。所以再来根据这个教育部这个11002219993号的函释，明确表示，学生也包含在这个教育基本法规定不可以从事这个宣传活动里面。哦，牧师你要反驳？我拄则讲，我念的是讲，伊讲学校不得，好，所以伊拄则讲学生嘛袂使，这个部分对我来讲，那有函释里面有包含学生，好是这，我听起来就是政治大学，无都讲政治啦，吼，听起来就是安尼啦。啊，若准安尼食吼，嘛真简单啦。政治大学我嘛读过啦。内底吼，嘛有一个特定的这政治团体个人一直在内底啦。迄人好做蒋介石啊，
蒋介石徛一只马，徛一只马，徛一只马伫咧学校内底，都徛都伫咧这个政治大学内底。这个铜像吼，这个雕像，嘛应该爱移除啦，因为无，但较是有影，因为政治大学这个学校本身成立就是为着政治，结果这个为着政治的目的所成立的大学，顶到若是内底的人讲着唔是国民党所爱的政治的时阵，我会想要按这个题目吼，其实是因为这个题目要讨论的范围足宽的啦吼，想要吼何日来讲啊？因为吼。到底校园内面会当讲政治这样代志袂？会当从事着政治活动袂？这咱到目前为止还佫无充分的讨论哦。我都我所讲的啊，校园里面当然可以谈政治啊，好，你当然可以谈政治，学生当然可以对政治有主张啊，不是叫他们不要思考、不要有主张，不让酸掉，好。那么讲，你内底让这上面代志，好。行为，迄就要有一个规范啦。对我来讲，我感觉选举啊、罢免两个是同款的，因为你就一个选举罢免的话嘛，